那美国嘅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嘅主席罗杰森27日是带不共党派嘅众议员来咱台湾访问3天，双方会针对台美嘅关系来讨论，卖针对区域安全、贸易和投资者嘅议题来对话。昨下晡，伊嘛先和咱总统蔡英文见面，咱总统有当面感谢美国通过自控技术各项授权法案，协助咱台湾强化战力。总统蔡英文向外宾握手讲欢迎，这摆是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率领8位跨党派议员来台湾访问，将做近年来规模上大美国议员访问团。蔡总统也感谢军委会通过2024各项授权法案，协助强化台湾无对称战力。在座的议员每年在军委会共同推动国防授权法案，持续纳入各项政策倡议。协助台湾强化防卫能力，深化台美安全合作，是维护台湾及印太区域安全的重要的后盾。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have had a long and important friendship. As you can see from the delegation with me today, our support for Taiwan is bipartisan and unwavering. 团员也包含前军委会主席、现任民主党首席议员史密斯，以及罗杰斯拢是国会台湾连线成员。议员来自美国各州，也有专业背景，像是莫伊兰不担任陆军官。米尔斯是具备各项承包商的身份。3天行程有机会和相关部会官员讨论美台关系、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安全。而有意参选美国总统的参选人也相当关心台海议题。Let's get with our allies. Let's strengthen Taiwan. Let's make China really see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y decided to invade. And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to show them what Ukraine is going to do to Russia. And I promise you, China's not going to want to go against that alliance. 这里参加共和党党内初选来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认为，美国应该将中国看作是敌人，加强防卫台湾，一定要让中国了解，删掉武力犯台承受严重后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